美国密苏里河舰舰是一件事件正出名的军舰，是因为联合国民军和日军伫咧船顶签署日本投降仪式。密苏里河也捌参与过韩战，也进行现代化的武器化升级，而且也有参与2届环太平洋军演，未来会特约改做是纪念馆，停伫咧夏威夷珍珠港，逐年吸引超过2万人去参观。记者即马是徛伫咧美军密苏里河舰舰的甲房顶。会看到伫记者倒手边这张相片，才有历史意义，因为这代表着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因为迄当阵密苏里河舰舰被指派成做修航舰，到东京湾见证联合国民军甲日本伫咧遮签署日军的投降仪式。伫咧夏威夷珍珠港的密苏里河是美军较有名的舰舰，北经历过二战、韩战，战功诚水，对应了后转变成做纪念馆，每年有24000位游客。这么带观众入去看这台传奇的舰舰。近日去船庄会让看到真侪惨单啊！因为二战期间，密苏里河的船员上侪有2700人，要甲这个官兵的维持好饱，对造客来讲是真大的挑战。伫咧密苏里河为了要照顾官兵的生活，内边还有传福利社，福利社有卖饼、巧克力、糖啊，还有爆米花的机器。伫大厅也阁看到冰淇淋甲饮料，就是互官兵伫咧无这群的时阵，会当食一寡细小啊。船庄内面还有独立的烘焙室，提供各种好食的派甲鸡卵糕，互官兵会当解验。同时，还有室内图书馆，内面有各种书，也若外界正好奇的困房，所在正话正简单。记者所所起来这个所在是密苏里河海军官兵的厝，俗称观察架啊。为什么叫做观察架呢？因为看到内面这个空间是正话，官兵是分做3层来困，要上路面床正无方便。不过，对这寡官兵来讲，这已经是伫咧船顶会当好发困眠的所在。若讲到密苏里河的经典事迹，就算是日本神风特工队玩命攻击，船舱内面有放日军飞行员的制服、遗书，也有美军为飞行员执行海葬的记录。而即马密苏里河这边就伫咧展示迄当阵神风特工队攻击密苏里河所拿来战破碎片。密苏里河有强大火力，船头的弹炮是伊的招牌，另外看到炮塔式。伊一支炮管会当加飞机波音747便当。一袋呢是50公斤，我们总共要2桶，总共是300公斤发射1枚。那1枚呢，只要上载的时间只要30秒，1分钟可以发射2枚，射程呢是37公里，准确度是99.7。密苏里河舰舰退役了后，也阁捌参加电影的演出。伫2010年超级舰舰电影内面客串电影的演出，甲主角最近打击外星人。伫韩战结束了，密苏里河把退役被封存，尾也阁被调回，进行现代化武器升级，配备着政府巡弋飞弹、鱼叉飞弹发射器，也有防电系统，也捌参加1988年甲1990年的环太平洋军演。伫渡接了，停泊伫咧珍珠港，见证美日深化合作，维护印太地区自由、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